那你好好跟我回忆回忆，你们俩之间都发生过什么事情啊？来，让一下，别动。我是大人律所朱派的实习生，请多多关照。我叫从容。你终于来了，我等你很久。一会儿摔倒了，我可不给你算公赏。其实我们两小无猜，青梅竹马，我暗恋她几10年了，只可惜一直求而不得。我管的是你，不是闲事。想看看你会不会心疼。我的妈呀！你居然相信这是单纯的偶发事件啊？你们才认识多久啊？就一共报了1、2、3、4次。我谈过这么多次恋爱，还没有一次性报过这么多呢。被你这么一说，好像、可能、大概，有那么1%的概率。什么1%啊？这么显而易见的事情，也只有你还在怀疑。显而易见吗？当然。哎，不是，一个男人喜欢一个女人最直接的方式不是表白吗？他又为什么拐弯抹角的让人猜来猜去？他要是直接跟你说的话，你会有什么反应？应该会拒绝吧。那不就得了？这种又自信又聪明的人，怎么可能做没有把握的事情？接下来的剧情我都帮你想好了。什么？早上上班假装偶遇，顺便送上爱心早餐。等到了医院之后呢，以各种工作理由接近你，甚至动不动就想要对你负责。然后你就打住，你脑内的玛丽苏小电影可以散场了。我每天的闲着真的累得要死。我申请先睡了。早饭吃吗？接下来的剧情我都帮你想好了。早上上班假装偶遇，顺便送上爱心早餐。好吃吗？好烫啊！味道嘛，怎么样？跟门口大15块钱煎饼还是有差距。你有空跟他多学学。不好意思啊，太急了。刚吃完早饭，站着有助于消化。王医生，你下次还是开车吧，公交车不太适合你。我没地方扶手，你去找别的地方吧。好吧。不好意思啊。没事。时间还早，一起去买杯咖啡。不了，今天事情比较多，先走了。